英子，开门，爹地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家呢？那个什么，不是那个宋倩，你把门打开一下，我给孩子拿了点东西。咱们说好了1个月见一次的，别坏了规矩，好不好？天天来打扰，你先回去吧。别，我跟孩子约好了，孩子等着呢。你把门打开。他那儿做卷子呢，我这儿也有学生，都挺忙的，别打扰了啊。先回去吧。英子，把门开一下，爸爸到了。你妈不给开门，你把门打开。哎，英子，不用开了，爸爸进来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也住这儿，我这不俩手站着吗？跟您一块儿进去。你住这儿？你住几楼啊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你这人，我说我住这儿，你问我住几楼干嘛呀？你说你住这儿，你就住这儿了？哎，别给我推坏了，别给我推坏了！前几天这小区丢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严重怀疑跟你们这种尾随入户人有关系。哎，保安，赶快把他带走，查查啊！出来，什么人都往这儿。出来！半天了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呢？喂，5号楼这边有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你们赶紧过来几个人。什么话呀？什么鬼鬼祟祟啊，保安同志？你跟谁同志呢？走，给我去安保处。我住这儿的，我不去，我干什么去？我住这儿，这是业主。你是业主？那你住哪户？几零几？403。403。行，那咱俩去问啊。403是吧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家有没有一位？你姓什么？我姓乔，乔卫东。有位乔先生，他说他是业主。没有。说走吧。不是你们小区丢什么了？我真不知道，和我没关系。哎，小伙子，上个星期咱们俩见过呀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没印象。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咱们先去安保处。先说你是怎么溜进来的吧。我们刚接到派出所通报，说附近有人碰见变态了，还专门尾随单身女同志。我看这体貌特征跟你挺像的，40来岁，平头，戴眼镜，还有作案工具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有拿这么大的东西，就尾随别人的吗？再说尾随哪有大白天尾随的？要尾随那都是深更半夜的晚上尾随。你还挺有经验啊。晚上什么计划？拿着它去尾随妇女。赶快报警！好。报警了吗？经理啊，您来的正好，没报呢。我们怀疑他就是那个盗窃犯。乔总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咱们小区的老业主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是我长得说是一会儿像变态，一会儿像贼，就把我给抓这儿来了。哎，实在是抱歉啊！这几个小子新来的，咱们这儿的保安呐换好几波了。咱们小区这几天有几家招了贼了，所以管得严。您放心啊，肯定严肃处理。赶紧给乔总打水。哎，行，不用了。您这是回来看闺女来了？啊，回来看闺女，给闺女拿的东西，没想到让他们给拿了。来，我给你拿着，我给您送上去。怎么上来的呀？啊？怎么上来的？你不让我上来，人家物业经理亲自把我送上来的。有本事让他送进门啊！不是，你一趟趟跑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英子不是喜欢天文望远镜吗？今儿货到了，我给孩子把货送过来。高3了，哪有时间玩这个呀？拿走。这是孩子的兴趣爱好，我这当爸爸的不得支持吗？哎，那么多年都没见你支持，到了高3了，支持什么呀？不行，那我支持还分高几吗？你这我就放下就走。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忙啊？我不耽误孩子事儿，你就让我进去好不好？啊，崔老师，哎，不行，我不耽误事儿。不是说您，不是说
您，不是说您。我马上给您查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崔老师。杨子，爸，您咋来了？爸给你买个望远镜，你喜欢的那种，你看看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我想的型。谢谢爸。啊。但是，要不您还是拿回去吧。我最近忙着学习，我妈肯定不让我玩。最近怎么那么忙啊？这不是快分班考了吗？我妈整天盯着我做题。不是英啊，哎，你跟爸说说，你大学想考哪个学校？大学啊？这不还有1年呢吗？爸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学习了？这话让你说的，你现在不是高3了吗？你妈天天你看这还带学生，我怕忙不过来，准备过来帮帮她。您不来就是帮他忙了。哎，芳姐，哟，怎么打扮那么隆重啊？来来，今天 Jenny 过生日，公司给开了个 party， 为她穿那么隆重啊？拉倒吧，我是故意的，一身黑，葬礼。嘿，太客气了吧？哎，你们没吃饭吗？吃完了啊，都吃过了。你们没吃了吧？饿不饿？凡凡饿不饿？我那儿汤。哎，行，一会儿喝吧，我先找英子去。啊，好，你先去吧。哎，芳芳一会儿打包鸭子过来哈。哦，乔雪东在呢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闲的呗，又找借口看他闺女啊。没一块吃饭了，美的他我还请他吃饭。英子，哟，哎呀，凡凡啊！哎，东叔啊，哎，我和我妈过来了，今天。哦，找英子了啊？那行，你们聊。啊，这我给英子买的望远镜，你给支起来。行，我给拆了啊。好吧，那爸您慢走啊。我不走，我跟门监阿姨说声话啊。行吧。行，你们聊吧。大腕儿炖呢？安神补脑汤啊，我不是给过你方子的，你还炖过一次。文姐，哎，老乔，啊来了哈！哎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是啊，好久没见了。哎，谁说好久没见？上个星期不是刚跟方圆你们打过电话吗？啊，是我说咱俩好久没见了。对，那个什么，你现在都忙什么呢？我瞎忙。哦，那个，要不我行，你先走吧。不是妈啊，那烤鸭什么时候到？我快饿死了。哟，那我先给你找点吃的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催，你爸已经在路上了啊，稍绷会儿。老方来啊，老方马上来了，那我坐会儿吧，我等会儿老方，我打个招呼啊。哎，那这事你们聊你们的啊，那就没事，不用管我。行，那你坐着吧啊。啊，行。狗他妈死气！干嘛呀，慌慌张张的？跟你说凡凡的事儿啊。我把门关上，省得孩子听见。手感不错吧？这个呢，可是我妈为了我的高3新给我装的隔音墙，据说这隔音量能够达到45分贝呢。真的？那也挺厉害的。不过我觉得吧，这跟普通的墙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手感不错。我骗你干嘛呀？这就跟那明星录唱片的地方，就录音棚一个效果，你里边说什么，外面都听到。真的？我试试啊。童文姐，你过来呀！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就在这等你。不是，你不说听不见吗？那也没让你用吼的呀，大哥。从前我之前真觉得凡凡挺小的，怎么突然就到高3了？突然什么事儿都上来了，还突然学校今天就通知我了，说让凡凡蹲班1年，高2等于复读1年，等于不让考大学了都。不是正式通知吗？口头建议。哎呀，口头建议没事，你别瞎紧张，这还不紧张啊？这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们家长和孩子手里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决定啊？现在这要着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之前你怎么不知道帮帮孩子呀？多抓抓他，现在是不是特自责呀？我有什么好自责的？我对他够尽心尽力了，他自己不爱学，那孩子成绩不好，那能是我的错吗？那就是你的错。哎，你这想法怎么还没有端正过来呀？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。哎，
我够尽心尽力了。你说之前那成绩还不错是吧？这到高2突然下滑，我马上就警惕性很强啊。我跟方圆该报的班我都给他报了，结果越报越差，现在沦落到蹲班了，丢不丢人啊？哎呀，你们啊还是对高3没有正确的认识。你知道我那学生里多少家长孩子一上高中，那全家都开始较劲了。你们俩夫妻啊，真是心太大了，一直这么大撒把报班就管事儿啊。这孩子成绩能上得去吗？得盯着呀。那我不工作了，我辞职啊？那我工作怎么办？我事业不要了，我就为了他上一个大学，我就把工作辞了。那有什么新鲜的呀？我那学生家长多少啊？为了陪孩子高考，那就是辞职。不是，那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那我也有朋友啊，人家孩子也高考啊，没见父母辞职的。那父亲我是真没见着辞职的，母亲可能还有1、2个吧。男的都一样，自私自利，一个算一个。这方一凡的成绩吧，你要说我真是辞了职能上去也就拉倒了，那万一方一凡还是考不上大学，那我不是鸡飞蛋打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没跟你说吧，磊儿这就来了。真来呀？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家里已经有一个高3的了，还能一个来，2个你顾得过来吗？磊儿倒还好，你知道磊儿上学期期末考多少吗？多少啊？730。730啊，牛吧？哎，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这福建和北京的卷子还是有差别的，别再有落差。福建和北京的卷子不一样啊？当然不一样了，不能再等1年嘛，非在这种关键时刻来呀？怎么等啊？他那爸，又娶了一个，还不到1年啊！不要脸，男的都是大猪蹄子。你知道他娶那女的吗？人品太差，太差。我怎么能让磊儿在那儿受欺负呢？我真看不下去了。我姐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哎，可能来了，我开门去啊。来了来了。看着，可把自己当主人了。我听声儿就不对，我以为自己穿越的。啊，你怎么跟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这是我以前的家。哎，来了，我给你们盛汤去啊。搁门口吧。哎，你爸来了。哎，儿子，哎，这烤鸭啊，我这哎，那个宋老师，宋老师有没有啤酒啊？家里，咱俩一会儿烤鸭配啤酒，整一口，整点，喝点。他吃过了啊？吃过了？我没吃。你先去骗鸭子去。哦，对，得嘞。宋老师，我用哪个餐盘啊？那个就行了。哎，那什么，芳儿，那我走了啊。啊，文杰，我走了啊，反正我也吃过了啊。咱们俩就那个明天誓师大会见。哦，行，这么着。伟东，你等一下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明天誓师大会我去啊。来一下。把门关上。你誓师大会要跟谁见啊？啊，你要跟谁见啊？那孩子学校活动嘛，怎么了？我作为爸爸，我还不能见孩子吗？这扯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见孩子了？你跟我扯是吧？好，那我给你算啊。咱以前是不是说好1个月见1次的？你这个月是不是犯病了啊？送铅笔盒1回，送书包1次，送充电宝1回，送蓝牙耳机1回，今天又来送什么什么啊？望远镜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你这个月见他多少次了5、6回吧。6回，你还什么时候见过他？5、6回，这是我估的一个数，大概。啊？好，我不跟你扯了，你就说吧。啊，你誓师大会要跟谁见啊？你跟谁打招呼了？哦，跟方圆打招呼是吧？啊，他们是孩子家长是吧？我那是打招呼吗？我是约方圆，通知他一下。那你应该跟谁打招呼啊？英子呀，我和英子说了，那怎么着？那我作为家长，我还不能去吗？你是家长啊？哦，你现在成家长了，这么些年你管过英子的学习吗？你管过吗？还家长了，在这个学校里，我才是英子的家长，知道吗？我算知道了，宋倩。春风那是你的老单位，你坐上。
你是怕你那些老同事看见我了，你尴尬是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明天啊，这样，我离你远远的，我在操场边上站着，好吧？你还一人站操场边上，还不够显眼是吧？还嫌不够丢人现眼是吧？不是，那你不让我行，那也行。那我离你呢，既远又近，若近若离，让人觉得我们既是一个家庭，同时又是一个不甚完美的家庭。乔海东，哎，你是不是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干多了呀？干嘛总是这么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呀？我为什么偷偷摸摸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习性嘛。那不是因为我怕你吗？啊，当然了，现在也不是怕，我那是尊重你。哎，你现在的生活我们从来都不打扰，那是你的生活，对吧？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母女俩了，行吗？宋倩，我不是想打扰你，我承认这1个月我来的次数比较多，但是原因很简单，我觉得英子现在啊是努力有余，放松不够。孩子经常说压力大，又不敢跟你讲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血缘的感应。我作为孩子的父亲，我能不能让孩子放松一下？是，你是好心，我知道啊。你做事呢总是想尽善尽美，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要张弛有度，不能把孩子逼得太紧，否则适得其反，是吧？说，接着说呀。咱们俩可能在教育的理念上有所不同。一个女孩子非得上清华北大吗？对，必须。哎，英子，你爸给你的望远镜太帅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留住啊！到时候借我玩2天。哼，你是不了解我妈，她就是个狠人儿，贼专制。哎，不带这么说你妈的啊！你妈多好啊，天天笑呵呵的，又温柔又慈祥，哪跟我妈似的凶神恶煞？她不跟你讲道理。刚才超市差点一巴掌呼死我。你别急，这不是你们都还在呢吗？等你们一走，我那宝贝望远镜啊就要被没收了。我要是管他要的话，他就说高考一完物归原主。我看你妈这样啊！哎，我现在就是挺心疼我爸的。你说他这3天2头的给我送趟东西，每次哪一回不是被我妈给怼过去了，夹着尾巴就逃走了。哎，原来天下的妈妈都一个样。同为天下沦落人呢。方圆啊，你别弄了，你过来。哎，这俩人绝对复合的，这多长时间了？要不就打起来了。你瞧你今儿怎么了呀？啊，情绪不高啊，三不打眼的，饭都不吃，急着外头到人家来，出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这憋了1天了啊，怎么了？方一凡一直跟着我，我也甩不了他，没法跟你说。真把人给打坏了？打坏了那些都不叫事儿。哦，那就是跟人女孩谈恋爱被人父母给抓着了。哎，啊，方一凡能不能别闹呢？了？你说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你说怎么了吧？他们高3那个年级组的组长，新上来的那个李老师，也是他的那个班主任，今天跟我说，说怎么了？让我们考虑让方一凡，高2蹲班。蹲班啊。洋洋，要不你在姥姥家再睡一晚上？我考虑一下。妈，咱刚才商量好的，您怎么又变卦了？谁变卦了呀？不是妈，你该让位了啊！你洋洋爸妈回来了都。是吗？那他亲爹呢？我怎么没见着啊？好不容易听说季局长回来了，我这儿请他吃饭，人呢？省里他不是忙吗？您又不是不知道。忙。妈，今天可是我们一家3口正式团圆的日子，说不准胜利都已经在去酒店的路上了。关键这回的不是家。是啊。有家不回，非住酒店，不是瞎胡闹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孩子，你以为是你自己过日子呢？闺女，这是带着孩子，你不能糊弄。听我说一句啊，我姐他们家情况您不是不知道，那房子好长时间没人住了，那是1天能收拾出来的吗？
啊？收拾不出来也不能委屈了洋洋。你们都别操心了啊，房子我都已经租好了，就在学校对面，过2天我就搬进去了。这不洋洋离这就近了吗？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，我们走了。洋洋，好了，跟姥姥姥爷说再见啊。走了，快点，再见，走了。有空回来啊，回来看老爷。洋洋，你要觉得饭不好吃，你就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姐，要我说呀，也别租房子了，住酒店挺好的。我就在这酒店呢，给你们长租一房间。我们能拿到协议价也没几个钱，主要租房子太麻烦。行了，你别给你姐夫添乱了，好吗？行，知道了啊。其实我可以寄住我姥姥家。住什么姥姥那儿啊？到学校不堵车，还得小1小时呢，堵车就没点儿了。你妈为你好。新房子太小，我住不惯，要不然我就在学校那边自己找房子住。嘿，那个臭小子，还没上大学呢，怎么着就想搞独立运营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想自个儿住，谈恋爱方便啊？有这？哎呦，没事，他多大了，18了都，法定恋爱年龄了啊，是不是大洋呀？都说实话，谈没谈恋爱啊？嗨，我没谈。不过什么意思呀？是不是追你人特多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年纪别给我瞎谈恋爱了啊！听话，我送你新款的头盔跟手套。真的，舅舅？最新款？文征，不许再给洋洋开车了。洋洋，你也是的，学生开法拉利去学校也太不像话了。你现在是高中生，学习应该是第一位的。关心我学习？我看你还是关心我爸面子吧。嘿，洋洋，怎么跟你妈说话？本来就是，他俩一年到头都不在家，高3想起来管我。嘿，那个臭小子，怎么着？家长说那2句还不行了是怎么着？我的家长是舅舅，还有姥姥姥爷。洋洋，给我拿东西。姐，这酒店还算低调吧？符合你要求啊。行，那你们呀，踏踏实实的跟那儿住2天啊，我都安排完了。这2天啊，收拾新家，别来来回回的跑了啊。好，上去吧。哎，听话啊，听话就有头盔。哎，行，上去啊。哎。知道了。哎妈，我们这沙拉弄好了。吃完水果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我洗完了，你洗啊。哎，完了。那洗澡去了。哎，方圆儿。方圆儿，这蹲班的事儿到底怎么说呀？这个蹲班这确实是挺丢脸的事儿。我路上今儿都已经琢磨明白了，这蹲班呢，搁以前都是什么学习不好的呀，二傻子、二愣子，对吧？一说班里来个留级的学生，肯定是个坏孩子。但这次肯定不一样。现在这个蹲班生，可能学校有他的考虑，这可能跟那个升学率是挂着钩的。这都要蹲班了，还升什么学呀？哪来的升学率啊？哎，你看啊，如果是参加高考的话啊，你就是一个稳定的分母，对不对？这总数是不变的。考上了，你就是一分子，这个升学率就上去了。如果你没考上，你就成为一个坏分子，那你还不如就蹲班呢。这还没正式开学呢，学校怎么知道这方一凡就当不了这个分子呢？大数据啊，它根据你高1、高2历次考试这些东西，它去判断一下你到底是
一个什么级别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好分子，肯定让你考；但是如果你是个坏分子的话，分母都不让你当，直接让你蹲班。这奇怪了，怎么方一凡这一眨眼之间就成了一坏分子了呢？他现在没有成为坏分子，他是介于这个好分子跟坏分子之间，这就是学校担心的地方。所以跟咱商量，是不是要蹲1年的班？蹲1年班，给你1年时间，争取让你成为好分子，直接去参加高考，就这道理。我不想让方一凡当坏分子。哎，你先不要悲观，学校现在还是对方一凡是有信心的，要不然不会跟咱商量这事儿。还有一个啊，确实是他可能学习成绩不行，但是这孩子聪明，他机灵，反应快啊。也许哪天他反应一快了，成绩就上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方一凡跟你一样的，都是盲目乐观型的。你要说这个乐观，真没什么好乐观的，唯一乐观的就是这磊儿来了，说不定能带方一凡，是不是？那也不一定，也可能方一凡把磊儿给拉沟里去了。你刚批评我不要这个太悲观啊，你乐观，现在怎么突然你悲观，我乐观起来了呢？反正这事儿总体来讲不乐观。妈，这洗发水用完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我今天不是刚买了吗？你自己去拿一下。我这光着的，我怎么拿呀？哎，我给你拿。行，我给你拿去。哎，你说就这样的，我能乐观得了吗？哎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对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贾主任，这位是小张，哎，这位是我爱人刘健。哟，刘老师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区长，我们就不送您上了。行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明天区里见啊。哎，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啊，走吧。我说呢，大晚上的，非得让我下来接你一趟。原来是有人送你回来呀。大晚上都不回家，住宾馆，还说为了孩子上个学近，谁信啊？这官当的。哎，洋洋呢？睡了吧？睡了。好久没见他了。对，你微信上说他又闯祸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也没事儿，这小孩子打打闹闹的嘛，老师都已经解决了。你还是要提醒他，以后啊少惹事儿。哎，没超标吧？超不超标的是咱自己花钱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洋最近考试了，这成绩有点说不过去啊。我知道他英语还不错，这物理怎么考这么差？究竟什么原因呢？季局长，你能不能不在家里打官腔啊？哎呀，我在跟你讲问题呢，怎么成打官腔了呢？那你好好看看，这是高2的期末考试卷子，2个月以前的了。让我看看。现在才想起来关心。真没看清楚。哎，2个多月过去了，他的成绩有没有在提高？现在还没考试呢，还看不出什么。有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挺想关心洋洋的，可一是我工作忙，二是怎么关心他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入手。你真的想关心啊？真的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洋洋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微信家长群，有什么事儿、什么话，老师都在里边说。要不然我把你加进去吧。哎，
好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群里有多少人？50、60人吧。那么多呢？那孩子就那么多。哎，别加了，你在群里就行了。万一杨洋同学的家长要加我不大方便，我就不加了啊。哼，早就知道是这样。明天杨洋誓师大会，你假请好了吗？一早就请好了，你放心，这事我能忘了。那你早点睡吧。哎。来，各位老师啊，各位领导，咱们往前走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在场的同学们，早上好！在平时的事情中，昨天我要曾这样想。桃子，喝点水。我不能对别人安排，要自己争取的奋斗。一会儿上台先润润嗓子。不用。我们是不公。那个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干嘛呀？没事，我就问问。今天晚上那个《碟中谍6》电影上映，咱一块组团去看呗。先生，没空。那其实我也挺想去看。那就走，我请客。然后一会儿咱们晚上。请客啥呀你？干嘛呀，英子？王一帆说组团去看《碟中谍6》，今儿去吗？我妈肯定不让我去。你跟你妈这么说，你在学校做听力，她肯定就放你去了。我试试呗。那行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。我现在就订票。哎，不是，方一凡，你是站这儿的吗？我不站这儿，我一会儿站那个前头，然后给你们照相。在，好。这边。来，哎，那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对，往那边走，上面。3边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想跟你聊一下。走这边，好。哎，往那边走，对，哎，都坐到那边。不是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季学长，今天来了很多家长，真不看那边，那边。哎，那些都是高3的学生啊。你现在先别跟人说，老师正忙着呢。我是李萌老师。你好。您请坐。你好。让我看看，就那刚前那个。好的。要说，你怎么还真来了？我怎么不来？今儿英子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得给孩子加油助威来。早骂去。英子呢？那儿。哪儿呢？哦，看。看什么？那儿那个地方。给孩子拍张照。哪儿弄来的？之前看演唱会买的。真有本事。你帮我拿下。找着了吗？等会儿。啊，那儿，来，给你看。看见吗？咱俩拍一张呗。哎，你能不能别坐这儿啊？我不坐这儿，我坐哪儿啊？你说，就像咱俩这种情况，这周围肯定不止咱俩这一对。你怎么进来劲啊？肯定不止咱这一对。好了，请大家安静一下啊！家长们、同学们，请大家各就各位，誓师大会马上开始，有请同学们入场。
好了，现在入场的是高三一班。高三一班是一个由32个人组成的团体，去年曾在全市英语竞赛中获得了傲人的成绩，其中陈步青同学获得了2等奖，吴志阳同学获得了3等奖。恭喜他们！紧随其后的是高三2班。2017年我市青少年散打亚军，就是来自2班的高哲浩同学。好，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3班。高三3班的理科成绩非常耀眼，乔英子、王志豪2位同学曾在高1、高2连续2年获得全市物理竞赛1、2名，为我校争光。高3班，7好2班。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4班，4班的朱敏义同学曾经获得去年北京市奥数竞赛3等奖。以梦为马，再创辉煌。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5班，5班拥有全校最棒的啦啦队，多次在市级运动会上为我校健儿加油助威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汤校长宣布本届高3年级誓师大会开始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我宣布2018年度春风中学高考誓师大会正式开始。同学们，再过1年，你们就要进入高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了。人的一生啊，要过层层关卡，高考就是其中一道。此刻的你们可能会觉得，高3真难熬，试卷仿佛做也做不完。然而白驹过隙，我相信明年此刻的你们，过关斩将，一定收获满满。你会怀念这充满汗水的1年，更会感谢今天加倍努力的自己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高3的灯火正辉煌。同学们，你们现在正处在人生之旅的重要分水岭。如果少壮不努力，当你蓦然回首时，则会充满遗憾。所以，希望今天的你们，为明天的冲刺做努力的拼搏，书写一个人生的新篇章，也书写我们春风中学的新篇章。下面我们有请家长代表高3 3班季洋洋的父亲季胜利同志给大家讲话。哟，季公子，你爸牛啊！我有一同学的名字就叫这个季胜利，啊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首先，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全体家长给同学们表示鼓励和祝福。同学们，今天你们迎来了你们的高3，迎来了你们人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一场战役。是战役呢，那就必须得两军相逢勇者胜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高考的考验，把努力、拼搏、认真这3个词深深地嵌入心底，认真做好每一道题，看着背影看不出来啊，每一张卷子，每一次模拟考试，不断地去完成，去攻克，去安营扎寨，去赢得每一个阶段的胜利。父母和家庭是你们坚强的后盾。作为家长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和配合学校的工作，给你们搞好服务，为你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。最后，祝同学们高考顺利！哎呀，说的真好啊！
下面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启动宣誓仪式。这不是英子好朋友桃子吗？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家长们、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这拍女孩还真积极啊！不跟你一样啊。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在平凡的世界中，作家路遥曾这样写道：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。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里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，誓师宣誓。接下来，请全体起立，让汤校长带领我们一起宣誓：舍我其水，舍我其位。